蒂岡，全世界最細嘅國家，但同時影響全球超過10億人嘅信念。羅蘭追隨自己嘅信念接近50年，佢畢生有一個心願，但係最後變成一個遺憾。咁今次嚟只係見到佢個墓穴，但係佢永不放棄。教宗羅蘭終於相遇，好感動啊！感動到幾乎想喊。今晚就等我哋見證羅蘭生命中最重要嘅呢一刻。梵蒂岡係位於意大利羅馬城嘅西北面，而呢個聖伯多祿廣場就係梵蒂岡最多人熟悉同能夠參觀到嘅地方。每日有超過20萬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到呢度參觀，當中有好多好似我一樣係天主教徒。嚟到梵蒂岡唔係為咗旅遊，而係為咗朝聖，同埋最希望可以有機會見到教宗一面。我記得啊，95年嗰陣呢，我第一次嚟，就係喺呢啲石級嘅時候，上下我就覺得頭唔舒服啊，作悶啊，終於結果就喺呢度嘔吐之後就暈低啦。我嚟過梵蒂岡朝聖3次嘅啦，因為我有一個心願，希望可以近距離咁見到教宗，不過冇一次成功啊。咁啊，每一個教友呢，嚟到梵蒂岡朝聖呢，個個都係好渴望係希望見到教宗噶。咁但係就我第一次嚟呢，就可惜啦，因為我見唔到。第二次嚟教宗又去咗夏宮，我又見唔到。咁啊到2000年嗰年呢，咁啊湯主教帶我哋去米蘭，咁跟住呢，就呢度梵蒂岡呢，就豐盛嗰一年。咁喺10月1號呢，我就見到教宗，但係不過同佢都離得幾遠㗎。咁咧就有啲人就埋去送啲嘢俾教宗，咁但係要有個安排㗎。咁我見到一個嗰啲衛兵啦，咁我就梗係唔識講意大利話啦，我就用身體語言，咁我就點知佢咧又用身體語言，咁我又再咁樣，即係我嘅意思即係話我一個啫，佢都係唔得。咁只係見到啦，但係就埋唔到去啦。對於我哋天主教徒嚟講，教宗係耶穌基督喺世上嘅代表，傳達佢信息嘅使者。其實，當每一個遊人踏足呢個聖伯多祿廣場，佢哋就已經喺教宗嘅懷抱裏面。喺300幾年前，當時著名嘅建築師貝利尼將廣場設計成兩旁環抱嘅形狀，以300幾支圓柱同方柱組成兩條弧形嘅大理石柱廊，包圍住整個廣場，就好似張開雙臂懷抱世人嘅景象。歷代嘅教宗唔單止係天主教徒嘅精神領袖，同時亦係梵蒂岡呢個小國嘅國家元首。梵蒂岡係全世界最細嘅國家，總面積只有44平方千米，細過我哋嘅香港國際機場。整個國家位於意大利首都羅馬西北方嘅高地之上，而人口大約920人，大部分係神職人員同埋服務教宗起居生活嘅公僕。原本教宗並唔係住喺梵蒂岡，直至500幾年前，第209任教宗尼各魯5世先至決定以梵蒂岡作為教宗嘅永久居所。之後教宗就喺度
管理全世界嘅天主教會，而聖伯多祿大殿就被視為教宗嘅聖堂，聚集全球信徒嘅地方。聖伯多祿大教堂係全世界最大嘅教堂，無論係好天定落雨，成千上萬嘅遊人都照樣排隊入去大殿度朝拜㗎。入去大殿之前，我哋首先係會經過5道門，最左邊呢一道呢，就稱為死亡之門，因為以前喺殿內舉行殯葬儀式之後，都係會經呢一道出返去嘅。至於第5道門，就係我哋信徒最渴望可以行過嘅聖門。呢道聖門平日係用水泥磚頭封住，要等每隔25年嘅聖年先至會由教宗開啟。教友穿過呢道聖門，象徵最可以得到赦免。喺2000年嘅時候，我都有機會穿過呢道聖門啊！呢度就係聖伯多祿大殿。作為信徒，每次入到嚟，我都覺得好感動。但係今次對我嚟講，就有更大嘅意義，因為我能夠同攝製隊一齊嚟到拍攝，所以我覺得特別光榮。整個聖伯多祿大殿以十字架形嘅結構嚟建築，可以容納5萬人。建築大殿嘅過程係長達120年。當年好似米高安哲羅同拉斐爾呢一班文藝復興時期嘅頂尖建築家同藝術家都參與過設計同監工嘅。好似呢座舉世知名名為母愛嘅大理石像，就係米高安哲羅嘅作品啦。而大殿嘅著名大圓頂亦有一個特別意義，就係代表住從呢一個地方向世界放射唯一嘅信仰。圓頂嘅下面就係教宗嘅祭台，祭台上邊呢個巨大銅製嘅華蓋，用咗9年嘅時間，以及超過62噸嘅金屬所建成。歷代教宗就喺呢一度執行耶穌託付俾佢哋嘅職務，包括冊封聖人同埋主持全球主教嘅會議。其實嚟得呢度就梗係好想近距離咁見下教宗啦，但係呢個願望唔係咁易達成噶。教宗嘅意大利文 Papa 係爸爸嘅意思，亦代表住教宗唔單止係一個宗教嘅領袖，對於信徒嚟講，教宗就好似佢哋嘅爸爸一樣。對於我哋呢一代香港人，最熟悉嘅教宗應該係05年4月離世嘅若望保祿二世。因為保祿二世咧，就係佢在任都幾耐嘅，咁所以好似成日都見到佢啲相嚟過嘅時候又見過佢咁好似嗰個感情好似深厚啲啦。點知佢有一次咧就係中咗槍，咁所以因此咧條頸成日都揼低個頭咯。咁佢揼低頭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即係佢幾辛苦咯，開彌撒咁都。聽見教宗有病嘅時候咧，就我哋每個教友咧都會為教宗祈禱嘅。今次嚟到梵蒂岡，我只可以去拜祭佢，心裏邊真係有無限嘅感慨。聖伯多祿大殿嘅地下就係教宗嘅墓地。而每個教宗離世之後，都有權選擇葬翻喺自己嘅家鄉。而若望保祿二世，雖然佢係波蘭人，但係佢仍然選擇葬翻喺梵蒂岡。喺我面前嘅就係若望保祿二世嘅墓地。當時我只可以為佢念一串天主經。我知道佢一定喺天堂㗎喇，天主一定會好好咁照顧佢。
一位萬人尊敬嘅領袖未能再見佢一面，係羅蘭人生中嘅遺憾。好似今次咁，我嚟到望到教宗嘅墓穴，我個心唔係咁舒服啦。因為之前見過佢，咁今次嚟只係見到佢個墓穴，唉，咁冇辦法啦，人就係咁噶啦。到咁上下，邊個都要離開，咁只係希望離開嘅時候會舒服啲，唔好辛苦，咁就最好咯。為咗一個心願，羅蘭同12萬人喺梵蒂岡一齊守候。新任教宗本篤16世伸出佢仁慈嘅雙手，完成咗羅蘭50年嘅心願，讓我哋一齊見證。今日梵蒂岡係宗教嘅聖地，但係喺古羅馬帝國時代，呢度曾經係處決刑犯嘅地方，充滿血腥嘅場地。天主教嘅第一任教宗聖伯多祿同多位聖徒都係喺度遭受羅馬暴君嘅處決。而喺136年前，由於當時嘅教宗唔想捲入歐洲各國皇權嘅鬥爭，所以教宗退居喺梵蒂岡呢個小山上自成一國。最後梵蒂岡更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而教宗就係呢個國家嘅元首。喺2000年前，耶穌建立教會後，將傳播福音嘅使命交俾第一任教宗聖伯多祿開始，教宗就被視為耶穌喺人間嘅象徵。而當一位教宗離世，新嘅教宗就會接任，繼續履行呢個使命。教宗若望保祿2世離開我哋之後，亦代表一個時代嘅終結。今次我再嚟到梵蒂岡，到處見到嘅係新任教宗本篤16世嘅照片，而梵蒂岡嘅郵局賣嘅都係新任教宗嘅郵票。我出發之前呢，有啲教友知道我嚟梵蒂岡啦，佢哋都話可能你有機會見到教宗㗎。咁我話係啊，我都好希望可以見到呢個新教宗㗎。咁我就真係祈禱啦。咁而家等待可以見到教宗，唔單止希望見到佢，仲係好希望可以同佢握到手。嚟到梵蒂岡嘅信徒都會用盡千方百計，希望可以見到教宗一面。所以每逢星期日嘅中午時分，都有好多人湧到嚟聖伯多祿廣場呢度參加3宗經嘅聚會，因為喺呢度就會有機會好遠咁遙望到教宗。準時12點，新任教宗本篤16世就喺窗口度出現啦。當時我哋大家都覺得好興奮，雖然係距離好遠，根本我哋係睇唔清楚教宗嘅樣，但係佢講嘅說話同誦經喺廣場上聽得好清楚。其實所謂3宗經所念嘅經文，主要就係主嘅天使向瑪利亞報喜，因為喺古時每日係分早午晚3次誦經嘅，所以就稱之為3宗經。喺廣場上，教宗為我哋同世人降福，我哋相信愛與和平，而教宗就正好代表住呢一個信念。喺天主教個國家，從小就會將呢一種信念傳俾下一代。喺廣場上，我就遇到一班從波蘭嚟嘅小朋友，佢哋仲係第一次嚟到呢度㗎。Where are you from? I come from Hong Kong. Wow, excellent! 原來佢哋今次係專程嚟參加真教宗為小朋友舉行嘅活動㗎。食到個嘴都係㗎。
同佢哋傾偈，知道佢哋今次係有機會同教宗見面，我相信對於佢哋嚟講，應該係一個畢生難忘嘅經歷。我真係希望今次可以有機會面對面咁見到教宗，但係要得到教宗接見，實在係好難。我知道仲有一個機會可以見到佢，就係逢星期三嘅公開接見活動。呢個每星期一次嘅公開接見係要憑票入場㗎，只有大型嘅團體或者係傷殘人士。又好似呢一啲新婚夫婦咁，希望得到教宗嘅祝福。聽講啊，咁嘅原因呢，都可以得到特別嘅安排。如果唔係啊，一般人啊都需要預早啊喺梵蒂岡嘅網上邊登記，通常最少啊都要等幾個月時間，先至可以輪候到呢個咁珍貴嘅機會㗎。不過今次因為有關方面知道我係跟隨攝製隊由香港嚟拍攝，所以就特別通融俾我入去。哇！廣場一早就已經坐滿晒人，所以只有安排我企喺側邊咯。當時我心情非常之緊張，又唔知道教宗幾時出嚟，企喺側邊又唔知道望唔望到佢，真係有啲似 fans 等偶像咁啊！點知突然教宗架車出現啦！教宗一出現，周圍嘅氣氛即刻緊張起嚟，因為作為一位影響全球超過10億信徒嘅宗教領袖，難免有被行刺嘅危險，所以佢每次出席活動都會俾着住黑色西裝嘅保鏢包圍住嘅。佢哋既要保護住教宗，但係又唔可以妨礙到教宗同信徒作近距離嘅接觸噃。呢位新教宗本篤16世，我喺電視上見過佢，估唔到終於可以見到佢嘅真人。原來今日有超過12萬人嚟到廣場，佢哋由唔同嘅國家，好似英國啦、丹麥啦、澳洲、日本、印度等遠道而嚟嘅。呢度每一個人都係想見下新嘅教宗。佢哋對教宗嘅愛戴同熱情，就連我企喺廣場側邊都感受到呢一種震撼嘅力量，更加感受到呢一個地方對全球嘅信徒，甚至乎係對世界嘅影響力。教宗係終生嘅職務，唔可以辭職，亦冇退休。今年已經78歲嘅本篤16世，被選為教宗後，每日要接見唔同嘅使節，主持各種宗教嘅活動，真係少啲魄力都唔得嘅。完成咗整個祝禱之後，教宗好似要離開啦。當時我諗，今次想再接近啲教宗，都應該冇希望，更加唔使諗可以同佢握到手啦。點知就喺呢個時候，我望到教宗架車竟然慢慢咁向住我個方向駛過嚟啦。就喺轉彎嘅時候，我知道教宗佢已經望到我，於是我即刻上前。教宗好友善咁伸出佢雙手，我終於可以同教宗握到手啦。對一個教徒嚟講，能夠同教宗握到手係畢生嘅榮幸。想唔到我等咗接近50年啦，終於喺今日完成咗呢個心願。好感動啊！感動到幾乎想喊。呢一刻嘅羅蘭唔係藝人，唔係影后，只係一個虔誠嘅教徒，一個50幾年嘅期待，就喺頃刻之間變成人生中最美好嘅回憶。今朝早一早入到嚟，成個廣場鋪滿晒嘅人，但係冇辦法，人太多，有啲又企咗起身，我只可以望下教宗嘅樣，望到佢好慈祥、微笑嘅樣。差唔多完嘅時候呢，教宗佢再落嚟，哇！佢好親民啊！
佢同每一個人去握手，咁我見到佢架車嚟到嘅時候咧，我即刻走埋去。點知握手嘅時候，佢微笑望住我，我又望到佢。嗰陣時個心嗰種感覺係好感動，感動之餘又開心，開心之餘我幾乎想喊，真係好感動，因為估唔到可以同佢咁接近，佢個樣永遠都印咗喺我個腦裏面。為咗追隨信念，數以億計嘅人嚟到梵蒂岡；為咗捍衛信念，數以萬計嘅人竟熱血殉道。羅蘭將會首次深入曾經埋葬過無數殉道者同超過50萬天主教徒屍體嘅地下墓園。究竟乜嘢係信念？下一集羅蘭繼續同你感受梵蒂岡嘅信望。